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科科客棧，哈哈，好聽。今日老大家談的客家話，講到客家話，雖然已經從第1集發到第8集了，但係各位後生朋友還能不知道一種語言一種當上分，平常只有抽餐運、奉茶、勾踐、運動站的時間才會談到，想準備喝茶，還以為是要準備喝茶嘞。上下談到語言講愛的那個客家話，係因為是個港仔嚟噶。你好啊，你好。韓國人身邊講自己係客家人的朋友，一個100客家人的朋友，一個1/4客家人的朋友，一個8分，夠啦。大家可以雙手一攤，一句客家話都唔要講，除咗老客家語言佔到邊以外，真係潛到半點關係啦。講到台灣嘅少數弱勢文化，原住民朋友都係親少數、親弱勢的啦，誰敢比我慘？老原住民比起來，客家族群號稱400萬人，比台灣沙飛還冇算係沙飛經濟弱勢，有錢有勢嘅客家人還是滿天飛啦。就算係按呢研究客家文化嘅調查發現，講母語嘅客家人下滑速度竟然比原住民下滑得還要快，實在好驚人啊！最後VB嘅調查，70歲以上還有超過63個人會講客，唔過18歲以下嘅小朋友會講嘅，長春都1掃3咩？哇，1掃3，這個比小火車粉絲頁的女性使用者比例1/5還要少嘞，也是個嚴重的斷層，快去衝粉絲頁啊！不對，電梯號好發啦！別急，買慌，到底可以發生乜個事情呢？第滿洲嘅移民歷史上，後浪人將未切對嘅優勢因素，當到客家人啲後浪人看到嘅比較黑嘅時節，天天呢就聽得講後浪話嘅，以為咩唔記得客家話一樣會講嘅，一定要客家血統，才會講後浪話嘅人，就講佢係後浪客。除了在歷史洪流中為後浪文化侵蝕以外，外面做法比嘅政府與韓國語文運動更是一記殺手鐧。怎麼殺手？怎麼手鐧？怎麼念都怪怪的。也就像睇自家點入去複習下流。中國啲官方嘅封殺底下，客家根本冇法度啲公開炒開講，就啲左片河洛為，右片官方國語的家家之中，客家流失就得講起台灣客家存亡最大的挑戰啦。老古人講，人賣注重鐵，茫茫注重眼。人賣注重行，茫茫注重商。這樣嘅危機存亡之秋，總算瞬間呢，我哋啱啱精神聽那蛋糕糕嘅還我母運動啦！喺運動中，客家意識跟着大爆發，本來第3批後冇乜嘅聲音嘅客家人紛紛站出來，開始獻出對客家嘅認同。唔過第一個客家族群起來嘅起勢中，人發現每個客家嘅人口並冇聽得變較多，點都係見來見少，也都係咁樣嘅實戰好啊！經過民主轉型後嘅政府，未順應民意，成立了一類中央機關客家委員會，以振興客家語言文化，起來為使命。各種客家先頭老學校嘅母語教育紛紛走出籠，都為2003年也利用客家方言為主嘅客家電視台終於復活啦！唔過你啾沒有擋到中哦，客語槍都也沒有爸爸中啊，像係西安腔、河流腔、太埔腔、饒平腔、浙灣腔。強都強，都在用那個強。電視台當上半個強調都有天飛鐵嘅出現機會，我覺得強嘅人還係唔滿意，偏偏佢唔看多，眼不看少，人多了不起啊！中國一強嘅問題都記談你吵鬧，頭哪痛啊！你也可以存在文化青春嘅載體，未可以做全運動嘅穿越皮衣，做佢係個無法度保存人嘅語言，而消失嘅命運就無期限嘞。有人講客家喺50年內會消失，有人還看比較，因為客家都係存亡之秋。喺講上嘅改變，可能就可以壓下你。除咗學校嘅母語課以外，讓本客家轉到家庭，轉到生活，轉到人嘅情感頭。關於無限定超日超韓超歐美嘅人頭，係咪也跳下來炒客家呢？好的，客棧，哈哈，好點就哈哈，拜拜。哇，原来客语的保存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的地步啦！对啊，而且语言这么多的问题，也不是我们3-4分钟就能理得清的呢。对嘛，你看我学客家话也不是3-4分钟就可以学会的啊！你又不好好学客语，怎么会有说服力呢？哪有，我也有好好学好吗？你听哦，大家共下來講客家話吧。雖然有點不標準，但真的進步了耶！大家要像凌晨一樣，好好客家話，保存客家文化哦。沒錯，好好客家話，保存客家文化。希望以後有機會能再讓客棧和大家一起討論客家議題咯。拜拜。拜拜是我要說的。在有下一季客棧之前，都讓我來說。大家好，我是製作人蕭雨辰，感謝大家這幾個月來的支持。關於客家文化，我們也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。凌晨的客語也有待加強。但是什麼？我練那麼久，你說那麼有待加強？你本來就要加強，不要插嘴啦！我真是不想這樣。